位啫，使唔使咁兇狠啊？本港網絡瘋傳一段影片，指香港航空飛往北京嘅航班上，有多名大媽因為調位問題引發混戰，企起身隔住張凳嚟鬧，更加有2個大媽互相出手，空姐、空少姐隔離勸止，不過似乎就消除唔到大媽嘅火藥味，直至有個空姐以普通話不斷叫大媽停手。班大媽先至稍為冷靜坐低，有唔少網民讚空姐做得好。不過其實坐飛機一早劃好位，肯調係人情，唔調係道理，唔應該因為對方唔調而出手打人。一個位啫，使唔使咁兇狠啊？本港網絡瘋傳一段影片，指香港航空飛往北京嘅航班上，有多名大媽因為調位問題引發混戰，企起身隔住張凳嚟鬧，更加有2個大媽互相出手，空姐、空少姐隔離勸止，不過似乎就消除唔到大媽嘅火藥味，直至有個空姐以普通話不斷叫大媽停手。班大媽先至稍為冷靜坐低，有唔少網民讚空姐做得好。不過其實坐飛機一早劃好位，肯調係人情，唔調係道理，唔應該因為對方唔調而出手打人。